大家好，我係張卓心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簡單但有深刻嘅主題，為努力喝彩嘅運動精神，令每個人都感受到我嘅努力同埋價值。喺我哋嘅日常生活中，無論運動上面定係學業上，努力都係通往成功嘅必經之路。然而，努力嘅意義唔單止在於結果，更在於過程中嘅堅持同埋成長。首先，無論係運動定係學習新嘅知識，努力都意味住我哋願意付出嘅時間同埋汗水。即使面對失敗，我哋依然選擇堅持，呢種態度本身就係一種勝利。第二，當我哋見到運動員喺賽場上或者喺考試前捱夜溫書，我哋都感受到佢哋身上嘅能量。呢種力量唔單止激勵自己，亦都感染到身邊嘅人。正如一句話所講，努力嘅人永遠被值得尊重。最後，每個人嘅起點可能都唔一樣，但係努力會令我哋超越自我，超越其他人，創造於屬於自己嘅價值。無論結果如何，努力嘅過程本身就係一種成就。我哋應該為自己同埋其他人嘅努力喝彩。因為每一個人嘅努力都被值得睇到，同埋被值得認可。今日我嘅分享完畢，多謝。